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可福音第8章。过无几日，阁有一大群群众聚集，因无物通食，耶稣就叫伊的门徒来，甲因讲：我真可怜即群人，因为因已经甲我做伙3日久，现在无物通食啦。我若互因四散枵枵转去因兜，因会伫路中昏倒，因为有人对真远的所在来。门徒甲伊讲：伫即个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要去倒位找食物，互遮的人食饱？耶稣问因：恁有偌济饼？因讲7个。耶稣命令群众坐落去涂骹，然后摕迄7个饼感谢擘开，摕互门徒去分，因就分互群众。因嘛有几若尾细尾鱼，耶稣感谢了，叫门徒摕去分，因拢食到饱，阁叫食剩的碎屑仔，拢总捡7人，人数约有4000。耶稣甲因解散，然后随时甲门徒上船，去大马路摊的境内。一寡法利赛派的人来找耶稣，甲伊辩论，因想要甲伊试探，要求伊行对天来的神迹。耶稣对心底吐一个大气，讲：是安怎即世代的人求神迹？我实在甲恁讲，袂阁有神迹互即世代的人。伊就离开因，阁上船过去湖的迄边岸。门徒袂记得带饼，不过因伫船内有一个饼。耶稣甲因警告，着注意，着提防法利赛派的教甲希律的教。门徒互相议论，是因为咱无饼是无？耶稣知影，就甲因讲：恁是安怎伫议论无带饼的代志？恁兼犹无了解，犹无明白，恁的心兼遐尼钝。恁有目睭兼无看见，恁有耳孔兼无听见，恁兼袂记得。我把5个饼互5000人食的时，食剩的碎屑仔，恁有捡满几篮？因讲12篮。耶稣阁问：我把7个饼互4000人食的时，食剩的碎屑仔，恁有捡几篮？因讲7篮。耶稣就甲因讲：安尼恁兼犹无明白。耶稣甲门徒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盲人来耶稣遐，恳求耶稣甲伊蒙。耶稣牵迄个盲人的手，带伊出去庄外，然后将喙烂配伫伊的目睭，阁用双手甲伊蒙，问讲：你有看到甚物？伊举头起来看，讲：我看到人，看起来亲像树仔伫行来行去。耶稣阁一遍用双手摸伊的目睭，伊仔细看，视力就复原，逐项拢看甲真清楚。耶稣叫伊转去因兜，甲伊讲：你连庄内都毋通入去。耶稣甲伊的门徒去凯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乡村，伫路中，伊问因讲：人讲我是甚物人？因讲：有人讲你是施洗者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嘛有人讲是先知中的一个。耶稣阁问因讲：恁讲我是甚物人？彼得应讲：你是基督。耶稣命令因千万毋通对人讲起伊的代志。耶稣开始教示门徒讲：人子一定着受真侪苦难，
互长老册市长甲囝教师拒绝，搁互人害死。3日后搁活，伊将即个代志清清楚楚甲因讲，彼得就求耶稣去边仔，甲伊责备。耶稣活过来看门徒责备彼得，讲：撒旦闪开！你想的毋是上帝的事，是人的事。然后耶稣甲群众甲门徒叫活来，对因讲：要缀我的人，着完全否定家己，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。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，丧失家己的性命，会救着性命。人得到全世界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，有甚物利益？人会当用甚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？伫即个淫乱邪恶的世代，人若因为我甲我的话感觉见笑，人子伫伊下白的阳光中，甲圣天使来临的时，嘛会因为伊感觉见笑。